是無聊在於孤單三口字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代替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林家謙，幫我建議。今日同處女好夾。微笑又似隨心而已，明天應該會再作這個小故事。餘生還可以，暫時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示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繼續由這花園我來回編織成故事。